2022台南文学奖以有时言难尽作为年度经过主题，奖价共有8组文类，分别为华语散文、华语现代诗、华语剧本、青少年散文、台语现代诗、台语短篇小说、古典诗以及漫画台南等。总奖金高达98万，离今年投稿参赛数量有将近600件。由评审团队陈昌明、林达阳、龚显忠、王美霞、陈振雄老师，最后选出43件优秀作品。今年虽然只有8个文类，竟然还有将近600件的参与的作品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简单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台南的文学创作的能量真的是非常旺盛的。尤其在疫情的当下，我觉得文学人都有一种使命感，希望在这个疫情的当下，透过文学的创作，为这个时代，为这一个大环境，用文字留下一些记录。市长黄美翟今日嘛特别出席典礼，为所有得到首奖的作者颁奖。新的一组的首奖，恭喜大家！台南作为以文化历史即将进入400年的这个2024年的时候，作为台南市长，我有这个义务；作为一个台南市民，我有这个兴趣，也有这个荣耀，一起来荣耀我们的文学创作。刚刚看到了，不管是台语，不管是华语，不管是现代诗，不管是剧本，不管是散文，都充满了生命力，也再显现了我们台南真的是一块耕耘文学最好的沃土。谢谢各位创作者。今年的台南文学奖也产生多位双料得主，分别为台语现代诗首奖，甲古典诗佳作的谢宗翰；台语短篇小说首奖，甲漫画台南优选的吴品瑜；台语现代诗甲华语现代诗拢佳作的陈玉良。其中台南一中的学生杜宇杰、陈兆乾甲林凯佑，更是取得青少年散文第1名到第3名的佳绩，可见文学在府城的蓬勃发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